台语字真趣味，相信啊，三卡都，台语安尼写哦，三卡都。华语的三足定理，台语讲三卡都。直到新竹市长的选举，民众党、国民党甲民进党拢推出人选要来车拼，这款的局面就是三卡都，就是三方面互相三拼对抗。三卡都的都，除了对抗，嘛有动、对动的意思。譬如讲，伊真古摸，阁真杂念，我实在对伊袂调。这都嘛有杀、推的意思。硬都就是硬杀，就是硬塞。电视记者上大的本景，就是主角一出现，随着甲麦克拄过去。我是无想要选理事长啦，是互硬都不得不才出来选的。若用来藏翕相机甲测量仪器的三脚架，台语讲三脚马。若是三脚鸟咧，就是咧形容记忆不精、不中用的人，就是咱咧讲的半桶屎仔。有一句俗语：三脚鸟，笑一目狗，就是50步笑100步，就是久笑比无尾，比笑久粗皮，就是大家拢差不多啦，唔免伫遐切啊笑白啊。今仔日的台语字三脚都实在真趣味。